这是甲骨文的秦，字形有点复杂，上面是双手拿着一个疙疙瘩瘩的棍子，下面是2个禾，表示很多谷粟，整体字形描述的是给谷粟冲倒躯壳。关于早期的秦字，也有文字表明它是一种西北地区特有的农作物。到了金文字形，去掉了两边的手，中间的棍子演变成午，午就是楚的本字，专门用来冲倒谷粟的楚。到了篆文的秦，又恢复了2只手，这时候的秦专用于国号，对，就是华夏子民都知道的大秦帝国。从此时字形上看，上面的楚代表工业，下面的禾代表农业，再加上勤劳的双手。始皇帝统一文字的时候，表示很满意。当然了，以上是我个人过分解读了，不过始皇帝以秦定国号，打心里还是自豪的。这是隶书开始简化，此字形一直延续至今。秦